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則令人關注嘅天氣新聞。呢篇係 Yahoo 新聞喺2025年10月20號嘅報導，標題係今年掛波13次，打破1946年以來紀錄。報導指出，2025年天文台一共發出13次風球，打破近80年嚟嘅紀錄。呢篇新聞同每個香港市民都息息相關。對學生嚟講，13次打風意味住多次停課，學習進度受阻，對成個社會商鋪停開，建築物被破壞，造成嚴重經濟損失。天文台解釋，颱風次數增多嘅主要原因係海水溫度同氣流變化，反映咗全球暖化嘅嚴峻情況。總括而言，今年掛波13次，不單係破紀錄，仲係大自然俾我哋嘅警告，我哋必須立即行動，保護地球。另外提醒大家一句，天文台警告風季仲未結束，未來2個月仲可能有颱風來襲，大家要時刻警惕，注意安全。多謝大家。